師兄好，我而家喺福田江夏彩田路預約咗附近一間按摩店，行過去按摩放鬆一下。呢附近算係福田市中心，因為好多高樓大廈，商業氛圍超濃。要去嗰間按摩店叫做泰式療癒，係間細細地嘅泰式店，交通好方便，喺江夏地鐵站出嚟就到啦。就係前面嗰棟漢森大廈18樓，呢間店都幾隱蔽，因為大廈外面冇招牌。我都係上大眾點評先揾到，過去試一試。唔知有冇師兄去過江夏嘅卓越中心？喺呢度再行前少少就到，離福田灣可以順便行啦。呢個噴泉幾特別喎，流水聲好自然。前面就係漢森大廈啦。入去大廈，行到盡頭搭升降機上18樓。雖然話係18樓，但個掣寫住19A。盡頭就係按摩店啦。呢間店場地唔算大，但裝修都幾靚下。呢邊就係房間區域，設計幾特別，走廊係一個圓環。行過去睇下間房先。呢間係雙人房嚟，配套都幾齊全，有落地玻璃，光猛到爆。不過沖涼房得一個空間唔算細。洗手盆就真係細咗啲。整間房都幾闊落喎，有茶几可以慢慢沖茶飲，天花有星空燈，好有氛圍啊！坐低休息一陣，等老師嚟啦。佢呢度仲有果茶提供，可以先飲杯茶嘆一下，再做按摩項目。老師入嚟之後先整理好床單，聽佢講，每個客人上鐘都會玩一次床單。按摩過程力度剛剛好，由淺入深，慢慢釋放壓力，條肌肉唔再咁繃緊。手法唔錯，節奏好舒服，唔會痛，但係又夠到位，特別係背脊同膊頭位，有啲酸酸地之後鬆晒嘅感覺，整個過程好自然，好放鬆，心情都靜咗落嚟。今日分享到呢度，關注我頻道，同各位師兄分享更多資訊。